外界攏在咧關注講，這美國總統川普敢會含總統賴清德來講電話咧。這個川普在咧當地時間20日強調，伊含賴總統在內所有人談話，唔過無講到這時間點。啊，那總統府的秘書長潘明安今日就表示，目前無接到任何安排，也強調台美之間的關係是無受阻礙的。國防部長郭立雄是認為，依持台海和平就是美國本地有的政策，對軍購伊是保持樂觀的態度。Do you have any plans to call President Lai of Taiwan before you make a decision on the weapons package? Well, I'll speak to him. I speak to everybody. We have that situation very well in hand. 川普閣在表明，家己會甲總統賴清德談話，閣講會開始處理台灣問題。不過傳來通話會佇什麼時陣？總統府秘書長潘明安今日表示，台美關係溝通無問題。賴川通話有簽名嗎？消息會跟大家講。川普總統，你電話拍來也是要來台灣有機會見面，你要請人食啥？元首之間的對話有它的嚴謹性。那該有的禮儀我也會做，甚至呢，我也想希望川普總統可不可以開擴音哦？那但是呢，因為涉及到這個國家機密哈，那至於要喝珍珠奶茶或請他吃臭豆腐，我都可以。台美關係這樣子的相關議題的辯論，相關的議題的這些討論，我想在華府會變得非常的激烈。這個過程，我們國安單位有做什麼樣的準備？不管有什麼樣的這些發言。那我們跟美國的這個結構性的關係都是非常友善的，台美甚至是全世界都有一個共同的利益，就是台海和平穩定。那在這一方面，我們跟美國的立場是一致的，不止立場一致，我們的利益一致。美國國務院在總統520就任談話了後，佫聲明對台政策無改變，也是以台灣關係法、美中三公報加6項保證做指引。不過，若雙方確定台灣議題敢會影響對台軍售，國防部長郭立雄認為，維持台海和平是美國既定政策，對軍購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。不管什麼議題，美國總統可以跟我們的總統來對話，這個屬於外交上的突破哦。但是我們就是比較會擔心軍購的部分會有所變化。賴總統已經在昨天的記者會中對外說明，台美溝通管道向來暢通，如果有機會，將反映台灣社會的心聲。外交部表示，到時陣除了強調對於台海穩定，咱國政府袂畏困，嘛袂驕傲，維持現狀，並會提起中國才是破壞者，也會表達希望對美軍購會當持續進行。記者採訪報道。